日教大家蒜蓉粉絲蒸鮑魚，今天教大家蒜蓉粉絲蒸鮑魚。鮑魚買返嚟改花刀，粉絲浸去5分鐘。鮑魚買返嚟改花刀，粉絲浸去5分鐘。粉絲俾豉油，粉絲俾豉油，撈一撈，溜。蒜蓉俾啲鹽，俾一點鹽，俾油，俾一點油，攪一攪。搞依鳩，每隻放啲，每隻放一點。紅綠燈辣椒蒜蓉，紅綠燈辣椒蒜蓉，水滾放落去蒸8分鐘，水滾放落去蒸8分鐘。好啦，蒸好啦，熱鑊落油，一鍋攞油，配料放上去，熱油淋上去，衣油淋上去，色香味俱全，屎香味俱全。啲粉絲好靚啊，吸收咗鮑魚啲精華。啲粉絲很靚啊，吸收鮑魚啲精華。哇，Q Q 彈彈啊！哇，Q Q 彈彈啊！馬絲薯油。